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紧一礼拜就安尼搁过啊！虽然咱拢无法度来到伫拜堂中间三甲敬拜上帝，总是期待透过安尼网络的方式，咱踮伫线顶来做礼拜。搁有几分钟的时间，礼拜就要开始，所以牧师有几项事由愿要提醒咱，是咱的网络线顶礼拜的连接，拢会放伫咱 YouTube， 也是踮伫咱教会的粉丝专页。所以，既然你有坐咱的兄弟姊妹，伊无法度摕到这个连接的，嘛，请咱将这个连接，也是咱粉丝专页的普文，会当分享给咱的兄弟姊妹。若是还未踮伫咱的 YouTube 顶面，会当起赞、分享，佮有起迄个小铃铛的，你嘛会当邀请伫厝内底有较少年的咱的囝子会当先甲咱教一下，要安怎来处理。好，咱踮伊就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所以牧师鼓励咱，有缘照着咱踮伫教会中间敬拜的心，咱同齐敬拜上帝。踮伫礼拜刷的时阵，检查咱嘛会当有一两张相片来向教会遮分享，伫即几摆咱参加线顶礼拜的经验。期待虽然咱无法度会当踮伫教会中间相见面，总是咱有缘会当领受上帝的疼，踮伫咱中间，咱敬拜的心有缘是火热。愿上帝祝福咱，也请咱有几分钟的时间，咱备办心，准备来进入今仔日的崇拜。
恁既然着我担重担的，着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咱的主安尼讲：恁既然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三角内吟诗圣诗165首，听堂圣神求你降临。听堂圣神求你降临，感动你为万心，赞愿敬仰你的国度，高殿你的掌管，恳求圣神，我渺就莫问，恳求圣神，我渺就莫问，听圣神求你点导，对主会真信用，赞你主名，对主好名，愿礼拜到变动，恳求圣神，我渺就莫问，恳求圣神，我渺就莫问，听堂圣神，我你的位，因作不尽言言，你就万物从头我起，掌管我以为言，恳求圣神，我渺就莫问，恳求圣神，我渺就莫问，求你透光温暖世界，我将多惊讶，赞你主名，今日对求，全地爱相听，恳求圣神，我们有我们，恳求圣神，我渺就莫问。这是咱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
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贴咱要用上帝话三角来启用，启用文第14篇，记载诗篇46篇。我来启，兄弟来引。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快乐。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虽然地大变动，山到海中，海水野涌哗吼，山因为海潮摇拽，咱拢无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城欢喜。就是至关上帝徛起神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铺光，上帝就帮衬伊。列邦哗吼，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消扬。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哪国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钱经，斩长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崇，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哪国的上帝做咱的要塞？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真理甲换命的主，阮的上帝，你是阮所倚靠的快乐甲避难所。这时，阮带着无限欢喜甲诚实的心灵，恭敬服侍伫你的圣殿里。阮大心要摆列阮的感谢，甲无限的感恩，奉献伫你的面前，因为你无论日时、眠时，拢做阮的帮衬甲保护者。互阮搁一摆看见你奇妙甲全能的引带，你是阮的大牧者，阮拢是你手内的羊。当阮的心忧愁野线的时，你拢无离开阮，搁用你的好旨意，互阮来享受你无限的恩典。阮出阮入，你也用你的温暖、慈爱、坚固的双手来保护阮。阮搁较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你也伫阮日常所需要的各项，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生活，你拢满足阮的心愿。阮对心底深深来感谢你，天父上帝，阮也感谢你有通过你的圣子，阮的主耶稣来拯救阮。阮的性命有永远的盼望甲价值。阮也知你爱阮用换心正直的心灵，甲敬畏你的念头，成做你忠心的儿女，完成你交代的大使命，出去做福音的光甲盐。总是阮，却有侪无奈、惊吓、软弱、无胆甲犹豫，阻挡阮服侍你的热情。主啊，愿知阮的无够额甲欠缺，由你照你丰盛的恩典，除去阮的惊吓甲犹豫，
互阮伫得意也是不得已时，拢通传你的真理甲活命的话，伫万百姓的中间。主啊，阮特别要为着全球搁在流行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摆咧伫你的面前，因为人误用你的温数，互即摆的疫情来冲击了阮所徛起的台湾。伫即摆的病毒变化流行的当中，求主掌权人民看顾，互阮的执政掌权者有领受对主上帝来智慧能力，都无好的测试，互百姓离开惊吓不安的生活中。求主保守看顾第一线防卫的医护人员，互因有教育的智慧、勇气、信心，来帮助人民受到感染时，会当得到医疗上的医治甲照顾，恢复健康的身躯。主啊，也求你安慰的灵，伫感染者甲死失的亲人的心里，互因得到安慰甲平安。即时，阮也恳求你赐福，伫阮所要听你中部老牧师所传达真理的信息，你的神甲智慧临在伫阮的中间，互阮克调伫心里，行做照你的准情甲你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甲来强受上帝的话，记载旧约以西结书37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4节。旧约以西结书37章第1节，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耶和华用伊的神带我出去，下我伫山谷中，迄个山谷有骨头满满。伊互我对骨头的四围经过，看伫山谷的面上有骨头真多，看因真高大。伊对我讲：“人子啊，这个骨为我袂。”我应讲，主耶和华，你知伊。伊阁对我讲，你着对这骨宣传来甲因讲，恁孤单的骨啊，着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甲这骨安尼讲，看，我要互活气入恁的内面，恁就要活。我要互恁的顶面有筋，搁互恁有肉，搁用皮甲恁包，用活气入伫恁，恁就会活，恁就知我是耶和华。第7节，对安尼，我趁命令来宣传。当我在宣传的时，有声忽然地动，这骨三联合。逐支归伊的本位，我看伊，看见骨的顶面有筋，也有肉，阁有皮包伫伊的顶面。
总是内面无活气。伊就对我讲：“你着向风来宣传，人主啊，着宣传来对方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活气啊，对遐风来，分伫遮的受台的，互因为我。对安尼，我照伊所命令我的来宣传，活气就来入伫因。”因就我起来徛，成做极大的军队。在，伊就甲我讲：人主啊，这个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看，因讲我的骨拢高大，阮的五望拢失落，阮一尽消灭。所以你着宣传来对因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我的百姓啊，看，我要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带恁入以色列地。我的百姓啊，我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恁就知我是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神下伫恁的内面，恁就要活。我安置恁伫本所在，恁就知我耶和华安尼讲，也安尼成。这是耶和华讲的。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愿荣光甲恶乐归伫伊的圣名。今日在牧师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生命的开始啊。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搁一摆踮伫圣殿中间，咱来敬拜。所以搁一摆要邀请你，咱做伙用祈祷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引带阮，互阮虽然无法度踮伫圣殿中间，总是阮看见伫阮每一个家庭，伫每一个房间，拢成做上帝你的圣所。互阮透过线顶的方式，阮会当踮伫遮三敬拜、三领受你的话语。愿上帝将你的灵放伫阮逐人的心，帮助阮认捌你，帮助阮，互阮不断领受对你下来的祝福。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毋知影伫即礼拜中间，咱过了好无？可能咱从来毋捌去想象过，咱竟然会。无法度去到伫什么所在，敢若会当踮伫厝诶。特别对于顶礼拜开始，咱诶囡仔拢无去上课，所以无去上课了后，我也相信，伫每一个家庭中间，既若有父母咧引带囡仔伫遐咧线顶上课，绝对非常诶无用，绝对是非常诶无用，因为老实讲，包括学生、老师、父母，咱嘛从来毋捌拄过类似诶状况。所以，咱确实是无用，但是嘛，踮伫电话中，甲济咱年长的兄弟姊妹踮伫遐咧，甲因请安的时阵，因也讲，着遮个少年的父母真正无用，若是对伫阮吼，阮是足无聊，因为无法度出门，无法度去教会，无法度甲朋友见面，无法度去食饭，阮确实是真无聊，所以。可能这一礼拜的中间，咱就踮伫无用甲无聊的过程中间，一直咧变化。确实，这个生活是咱从来毋捌去想象过的。伫即礼拜中间，尤其咱一直咧看讲，到底会较好无？到底会改善无？总是恐惊咱拢无法度去按算啥物，因为确实每一个时刻拢有上帝的时。人会当所做，只不过是一直咧敲吹，到底上帝你的心意是啥物？伫疫情的过程中间，咱会当搁一摆来学习。确实，咱的生活方式确实无法度亲像过去，但是好的部分也是上帝对过去到现在，伊的应允从来毋捌离开咱。今仔日咱读到以西结
先知以西结，伊其实也甲咱共款，伊生活伫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因拄着啥物事呢？就是整个以色列灭亡，人民互人掠去交伫巴比伦。对因来讲，因失去应允的所在，失去敬拜上帝的圣所。直到安尼，人民哪亲像感觉讲啊，我嘛毋知影要安怎来敲找上帝啊。咱若是有读过以西结，咱会发现上帝称呼以西结做啥物？上帝称呼以西结做人子。人子的意思，踮伫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讲，伊是一个必定会朽烂的人啊。这代表讲，人咧对照创造主上帝来讲，人是非常的渺小。以西结领受呼召，伊食落上帝交予伊的圣册，感受到有能力。但是当伊想要去传讲的时阵，忽然间伊发现上帝也将伊讲话的能力收去，伊无法度阁讲话，伊敢若会当不断听，不断地看。直到伫耶路撒冷陷落迄天，伊总算恢复讲话的气力，开始向人宣讲咱的未来到底会当行往什么所在。伫迄日，上帝带以西结到伫这个山谷的所在。上帝伫头前咧带以西结踮伫后面咧行，伊哪行的过程中间，愈来愈发现，竟然进入一个无啥物声音、无啥物光线的所在。伊毋知这是啥物所在，无闻到任何的味，哪亲像规个土地顶面无任何的怨气。无任何光的存在，踮伫遮到底是啥物？听候到伊的骹一步一步，伊哪亲像读到啥物的时阵，伊才发现身躯边拢是啥物？身躯边拢是高大的骨啊！上帝带以西结到伫山谷的中间，伫这个山谷内面，全部拢是高大的骨。忽然间，上帝问以西结讲：“人子啊，这个骨会活未？”这骨敢会阁活起来吗？以西结心内底知，若是上帝允准，敢有啥物代志无可能吗？但是现实就是，我踮伫遮尔绝望的环境中间，踮伫一切冤气拢无，一切啥物气拢完全无伫遮发生的所在的时阵，就算讲我相信讲，上帝你确实会互遮个骨活，但是这敢真的吗？伊敢若会当讲，至高的上帝啊，这个答案只有你才知。未来到底会怎样？其实毋是任何人会当掌握的。先知所领受的，上帝爱伊高大的骨宣讲信息，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哪亲像今仔日对每一个教会来讲，大概拢共款。我相信伫过去这礼拜，所有的教会拢咧无闲，到底怎样用网络、用线顶的方式来敬拜？这个经验超越过咱每一个牧者，也超越过每一个踮伫厝内面，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咱所管事的方法是啥物？咱所管事会当领受信仰的方式是，咱逐礼拜会当去到伫教会中间，咱踮伫遐三敬拜，咱踮伫遐吟诗，咱踮伫遐接受信仰的教育。咱伫遐也甲团契，咱的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咱三交陪。忽然间，这一礼拜以来，礼拜堂也进入一个空虚，无人来到伫教会中间，无阁有诗歌的声音，无阁有宣讲的声音，无阁有团契的声音，哪亲像忽然间，所有的拜堂拢失去元气共款。若是安尼，上帝这个问题也共款临到伫咱每一个人。到底这高大的所在会活未？这个高大的所在敢会阁活起来吗？毋知你的答案是啥物？我发现踮伫这个困难的时刻，检采也是咱好好学习怎样祈祷的时。
有时咱伤过掠人做中心，咱拢祈祷讲啊，上帝，你敢会当用超自然的方式将这病毒全部拢消灭吗？还是上帝，你检测会当互阮拢袂致到任何的灾害吗？当咱一直这个方面咧祈祷的时阵，咱颠倒袂记哩一项事，咱袂记哩家己的责任到底是啥物？当咱咧看这几年来世界的变化，无论是气候的变迁，台湾现在就拄着困难啊！咱遮尔长的时间无雨水，气候的变迁为着要追求经济的发展，所以咱一直咧使用大自然的资源，直到有足侪所在开始有火灾，开始互遮的动物的性命拢失去。咱认真来想。病毒对咱是一个真大的影响，但是对整个的世界、对世界的万物来讲，检测人嘛是上大的病毒，敢毋是？所以当咱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搁掠家己做中心，讲啊，上帝啊，你一定甲我徛做伙，上帝啊，你就用超自然的方式来消灭一切病毒的时阵，咱才发现。原来真正的问题是，人确实伤过自高，踮伫上帝的面前，咱每一个人拢是会羞赧的人。所以，当咱重新咧面对信仰检测，无法度踮伫教会中间，无法度踮伫团契中间，咱进入一个空虚，咱进入一个毋知影搁煞来要安怎行的时阵，上帝即句话才是真实要咱发出一个挑战，讲。恁敢相信，这骨会活吗？无论安怎，以色列相信，以色列也照安尼去宣讲。以色列开始这规个山国，这一切无完溃的高大的骨，开始宣讲上帝的信息。当伊开始宣讲了，发生啥物代志？当伊开始宣讲了，忽然间开始有声。原本迄个无气的所在，一切生命拢无的所在，开始有声。伊听到讲遐个骨开始嘣嘣嘣，开始结连起来。然后伫骨顶面有啥物？有筋，搁有肉，然后搁有皮。总是伫遮的身躯，搁有一项上重要的事是啥物？因无气啊！上帝继续对以色列讲。你爱风来讲预言，互风对四面吹来，通进入遮的身躯内面，互因重新个活起来。以色列继续宣讲，以色列继续照上帝爱伊所做的事宣讲了，风个吹来，遮的风进入。这原本是高大的骨，到伫身躯，这风进入了后，忽然间，这身躯拢活起来啊！原本高大的所在，重新个活起来。上帝甲以色列讲，以色列人哪亲像这个高大的骨共款，因认为家己非常的高大，无任何的望，无任何的前途，所以你爱照安尼。去所有我的子民来讲预言，甲因讲，我要拍开恁的梦，将恁搁引带出来，互恁转去到伫以色列，互恁重新转到伫家己的所在。生命的气要进入这高大的骨中间，然后上帝要带因转去到伫原本因感觉已经失落，原本因感觉已经无望的所在啊！以色列的宣讲，大家人宣告讲，上帝将来毋捌放杀以色列人，就算讲伫这个失去生命、冤屈的所在，感受袂到一切望的所在，伊会宣告讲，听候上帝的风吹来吧。当上帝的风吹来的时阵，迄个生命的气。要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将咱带转到伫迄个应允的所在，将咱带转到伫圣殿中间，咱会搁一摆踮伫遐庆祝，咱会踮伫遐欢喜敬拜，咱会搁一摆活出生命的光，
这敢会是咱的愿望吗？生命的开要进入到伫咱的生命中间，生命的开要重新互咱看起来，咱四周围拢失去愿望，拢失去冤亏的所在，重新搁恢复伊的阳光的。当然咧，咱伫即礼拜中间每一日，我相信咱拢足烦恼的，咱也一直拢咧看讲啊，每一日2点的记者会，啊，今仔日到底搁偌济人，啊，搁来政府搁会宣布啥物无？咱足惊吓讲，到底目前的境界会阁继续提悬无？会阁继续提悬到咱真正无法度阁行动啊无？虽然是安尼，但是咱千万毋通袂记，现在已经有足侪人陷入生命的困境，足侪家庭受到影响，足侪做生意的人因开始失去经济的来源，足侪人开始活伫惊吓的中间。咱每一个人其实拢踮伫惊吓的中间。伫遮尔侪困难的时，咱会当搁一摆来想：如果是咱徛伫迄个高大的骨，上帝的风吹来的时，咱会做啥物嘛？咱拢咧争取时间，咱拢咧听候，当迄个风吹来，咱会当恢复元气，咱会当恢复生命，咱会当恢复愿望的时刻来到。所有咱现在所做防疫工作，拢咧争取时间。好消息是，可能这个时间袂真长，因为随着疫苗渐渐入来，可能咱袂是一个一直听候到袂煞。总是咱也开始爱学习的是，如果上帝应允讲，我要带恁转去到伫迄个应允所在。虽然咱现在就踮伫即个困难的时，咱嘛爱来认真来敲吹是，上帝啊，求你将迄个气分入我的生命中间，互我会常常会当搬过眼前的困难啊。所以，咱每一个通过线顶的方式咧教学的牧师也是老师，虽然对咱来讲，咱拢就无熟悉遮的方式要安怎进行。但是，当咱咧宣讲的时阵，咱一定要有一个真大的确信是，我的宣讲要搬过现在的困难，我的宣讲要搬过现在的限制。每一个踮伫镜头的迄边咧看的学生，也是咱的兄弟姊妹，因会照着咱所分享、咱所教学的，得到生命的帮助。咱嘛爱相信，当咱咧关心咱身躯边兄弟姊妹的时，这嘛会搬过眼前的困难。咱咧关心身躯边兄弟姊妹时，咱嘛要做伙扶持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徛起来，搬过眼前的困难啊！上帝的风吹来，伊会互每一个高大的骨搁结连起来，结连起来了后有筋，搁有肉，有皮包伊，然后开进入了会当活出生命的愿望啊！咱每一个礼拜，咱游玩会当看到这个愿望，求上帝的风进入咱的心，感动咱的心，互咱伫一切所行，搁一摆的机会，咱去问上帝啊，我会当来回应啥物？我会当为着现在的环境，为着现在失去愿望的环境，搁付出啥物嘛？真感动的事是。即几礼拜，其实咱负责遮个直播的同工就无用的，因不断咧敲吹无共款的方式，为着要互现在会当展现伫咱面前的这个展现出来是完美的。除了直播的同工以外，咱也是有发现，踮伫咱今仔日礼拜一开始一直踮咧礼拜要煞的时阵，教会中间2位音乐的同工。因也做伙咧敲吹，因也咧敲吹讲，踮伫即个困难的时，阮会当做啥物？所以，咱的信宏老师甲李文老师因就约好来到伫教会中间，咱用录影的方式，因要用因的音乐来带互咱生命的愿望，因要用因的温素来帮助咱，为着要做啥物？帮助咱搬过眼前的困难，要一个咱未来要搁一摆相见面，
为着未来，咱要搁一摆三敬拜上帝；为着未来，搁一摆，咱会当勇敢行往新光明的所在来跑走。这是因的文士咧回应。毋若是安尼，顶礼拜10点的时阵，咱教会中间有一群青年，因踮伫山顶，伫遐咧祈祷。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因也咧问讲：啊，阮到底会当做啥物？阮到底会当做啥物？最后因做一个决定讲。因甲牧师讲，牧师，阮会当斗相共敲电话来关心教会中间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所以咱随时，咱也是有发现伫咱的赖群组内面，咱有开始咧征求一寡电话关怀的志工。开始做了后，发现每一个团体嘛做伙参与伫这内面。所以伫这一礼拜中间，我也相信讲，咱拢有接到无共款。可能是家庭团契，也是上好团契、妇女团契，因拢有同工开始咧做电话关怀的工作。伫电话关怀的过程中间，教会者嘛写一个真简单的范本，真简单的范本。所以咱咧关怀的时阵，其实咱会当照安尼去问：啊，你最近伫无法度出门的时，你食了有好无？啊，你的心情有好无？啊，你有需要啥物会当互阮替你祈祷的无？慢慢，咱发现，原来上帝的风是啥物？上帝的风进入到伫咱的青年，咱的青年开始想要做一件事，做一件事了后，迄个风阁继续吹来到伫每一个团体、每一个人，咱其实拢会当参与伫这内面。一个真简单的动作，但是迄就是上帝的风，上帝的神咧感动咱每一个人。毋若是安尼，因为咱有做一个真简单的范本，所以我也邀请讲，既然各教会有这个需要，拢会当来讨，阮拢会当做伙来分享。所以嘛，照着安尼，咱也祝福了足侪教会，咱会当三体踮伫这个艰难的时阵，做伙来服侍，为着要搬过眼前的困难。你敢有相信吗？这对开始的，对。几个青年踮伫遐咧祈祷，祈祷了后，因有一个感动讲啊，阮会当做啥物？所以因就开始做啊。因开始做了后，就影响无共款的团体，甚至无共款的教会。咱的直播的同工踮伫遮的努力，毋若是眼前那尔，因也继续造就侪人。咱的经验嘛会当帮助侪需要的人。艰难的事，也是上帝工作咧运行的事。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今仔日咱咧庆祝圣神降临节，圣神将生命的风分入咱每一个人的心，互咱踮伫听候中间惊醒，互咱踮伫咧军队的过程中间听见上帝的呼召，比班咱会当搁活起来，咱会当做比咱所想的搁较济，咱毋是干那虽然咱无法度出门，毋是干那。会当坐伫碰椅顶面安尼看电视，然后看电视看到愈来心内底愈来愈郁卒。咱会当搁活起来，生命爱开，帮助咱重新搁活起来。这个活起来是咱会当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结连，咱会当共同搬过眼前的困难。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领受圣神，互咱勇敢搁徛起来。咱会当踮伫遐宣讲，咱会当踮伫遐，搁继续吟诗学老，踮伫遐，咱要做伙写教会新的故事。这是圣神降临节，愿圣神进入咱的心，愿生命一开进入咱，感动咱，也呼召咱，互咱伫一个艰难的时刻，咱有缘成做上帝的工人，咱有缘成做别人的祝福。咱有缘会当透过咱的温书，透过咱一点仔的付出，将咱身躯边的人拢做伙搁一摆结连起来，赢过眼前的困难。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的听。虽然踮伫困难的时，你有缘听阮；虽然踮伫这个疫情变化的时，你的应允从来毋捌改变。那亲像以色列踮伫迄个山谷中间，拄着遐尼济高大的骨，那亲像失去元气，总是上帝讲，这个骨
为我。阮的性命也是安尼。当你将性命的气分入阮逐人的心，阮就会活。阮确实会搬过眼前的困难，阮确实会活出新的愿望，阮确实拢在建立新的教会。愿主你赐福阮，也赐福今仔日每一间教会，透过网络，透过任何方式，每一位踮伫咧敬拜的兄弟姊妹，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三个来念回应的诗，圣诗171首，上帝所赐活命。这是奉献，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聚会拢暂停。若有要奉献的兄弟，会当利用周间办公室上班的时间，直接交予干事，或是汇款到教会邮局的账户。咱的账户拢伫下面，咱的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中会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有愿有几个提醒虽然咱无法度来到伫教会中间，总是教会的办公室有愿有运作，所以若是有需要，真正咱有拄着紧急的事嘛，请咱会当敲电话来到伫，无论是甲咱的小会员讲，还是敲电话来到伫办公室，办公室有愿会想办法来替咱处理吼。几项事也继续提醒，咱踮伫厝内底真正小可爱运动，莫一直看新闻，因为愈看新闻，你可能心内底愈来愈郁卒。所以有缘照咱原本应该爱做的事，虽然咱无法度出门，咱会当敲电话来咱的兄弟姊妹相招呼，保持咱每一天拢有好的心情，保持咱有喜乐的心，因为喜乐的心才会帮助咱赢过一切。
所以伫这个时刻确实是困难，总是上帝的疼，伊原点伫每一个教会，也点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中间。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玉山圣行伊奉献组织，咱嘛继续要延续。所以咱嘛有想要为着玉山圣行伊奉献的，咱嘛会当用直接汇款，也是用其他的方式，咱来支持玉山圣行伊的事工。无因对顶礼拜开始，玉山圣行伊完全无奉献组织，所以这也对圣行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影响。所以牧师嘛踮伫遮鼓励咱检测疫情过了后，咱会当阁想其他的方式来帮助咱的圣行伊。所以以上我做安尼报告，多谢。这是咱三个来念祝福车恳的诗，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吟诗说，牧师要为咱来祝祷。俄罗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包括万民，人人地破天下，同心我罗上帝，俄罗三一上帝。星星，阿门。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进入咱逐人的心，帮助咱伫艰难的时刻，犹原扛着愿望，犹原扛着信心，继续跑走。真做正人的祝福，对答到因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列倒。